来看社岛的开发争议已经几10档了。台北市副市长李树川昨出席社岛专案工作站的启用典礼外面拢是抗议的布条。李树川是表示讲，因会阁继续甲市民、有地主来沟通。 挂抗议报条，社岛开发计划争议是搁在继续。台北市副市长李树川29日参加社岛专案工作站的启用大会。不过，社岛自救会批评讲，市府甘愿开3个月定中红社岛开发工作站，却无愿意开心力来展开新版的社岛都市计划草案的讨论，根本就是颠倒平。 就算你今天装潢的美轮美奂，居民还是不愿意踏进这个工作站，永远只谈区段征收，永远只谈安置计划。我们谈的是保留家园，2条平行线没有办法沟通的。大概有意见的所有的这一个，不管是我们的市民或是地主，我们还是会继续跟他们沟通。但是社子岛的开发是一定要往前走。 社岛开发案已经完成方方计划、都市计划和环境影响的评估。过程中是办1场安置听证、17场安置说明会、5场安置咨询会和超过50场的开发说明会。但是开发范围和地价地比例一直无审定，加上一寡居民是反对区段征收，造成区段征收的计划延迟，各地的内政部的心意。 我们是民主国家吗？安置是一个次等公民的讲法，是你拆了人家房子才要安置人家嘛，对不对？把他认为跟他同一边的人把他圈在一起，我们并只是安安稳稳的想要在这边生存的人，我们得到的是再次的放弃。 在地居民质疑讲，市府无针对住落的保留来做讨论，但都是进行安置说明会，再互沟通的进度一直伫在原地，嘛重新解读建建原地改建的诉求。 接下来的8月12号到13号，也会针对所有的土地所有权人寄发通知，邀请他们到我们工作站这边来进行沟通跟说明。地政局讲，目前市府已经通知全区土地所有权人，排定伫8月12到17和8月19到23下晡2点到5点，伫社岛专案工作站内办理社岛地区无纳入区段征收范围原则和权益说明的意见交流，而且甲办理情形提送内政部土地小组来继续审。记者综合报道。